终于打着了。Yes， 停，都给我过来！我数3、2。花四生意如此清淡，你们还有心思玩脑？今日太阳下山之前，每位姑娘至少须得做成一笔买卖。如若不然，月俸全扣，都替小二跑堂去。是好是好，花姐果然深明大义。坡下月影千百两，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堂。轻骑拨弦须一曲离殇，雨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一夕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莲的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波光随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春光如画，可惜香；天籁如歌，可叹浓。愁肠百转，无人懂。你非我，我非你，人生在世不称意。欲弹琴，常对镜。少废话，快走！嘿，歇脚地儿哎！春光如此明媚，两位大人却如此受罪，罪过，罪过。抓头说什么呢？大人，听你口音，你是不是姓李？听口音你能知道我姓什么？大人，原来咱们是本家呀！难怪你一说话我就想起3月里的小雨，4月里的春风，8月里的晴天霹雳。你一说话我就想起我那可怜、可悲、可叹的小姨夫，他死得好惨啊！大人，救命啊！情人已乘黄河去，人去应曾楼不空。他已笑颜抱死，从来此恨最无穷。闭嘴！走。大人，迎客。走开，这事儿你不行。注意形象。哦。大人，你这包子一定很好吃吧？我听说方家的包子铺特别的有名，因为只有他们家的包子是用要死的耗子肉拌秘方酱做的。我从小到大吃过鸡肉、驴肉、鸭肉、牛肉，可从来就是没有吃过耗子肉。我做梦都想吃一回呢。他们家的包子还有耗子肉土豆馅、耗子肉白菜馅、耗子肉萝卜馅、耗子肉韭菜馅、耗子肉
哎，总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是过错呀。大人，你别吐呀！大人，你怎么了？闭嘴！哎，怎么能浪费呢？今日月令为火，日历为木，木生火，大吉。这客人就已接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等等，今天这2位客人都是官家人，想必呢是世家子弟，家中定有古董。爱卿姐妹，让我接了吧。哎呀，都别跟我抢，松手！你才松手！闭嘴！是不是好姐妹啊？划拳，抓阄。走啊！人啊，霞儿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？慧爷，咱花市的包子。哎，两位爷，我们花满了的包子有白菜牛肉包、白菜羊肉包、白菜猪肉包、青菜牛肉包、青菜羊肉包、青菜猪肉包。还有蒸羊羔包、蒸熊掌包、烧花羊包、烧子鹅包、卤煮猪鸭、酱鸡腊肉包、松花椒肚包、什锦素盘包，吃到你们够了！这2位爷刚吃完60个耗子肉馅的包子，你给我来2个吧。好嘞。沏茶，上酒，花满楼。好嘞，上茶倒酒，珍品花满楼。你作弊！我没有，你使诈！我没有，还说没有。愿赌服输。又是障眼法，不算，重来。上楼换牌，这次比大小。一言为定。不许赖！我没赖。他来了！嘿，哇，好潇洒呀！上来了！下去。哦，2位爷，不好意思，小儿刚练的手艺欠火候。来，酒来了，给2位赔不是了。就这么点酒，还想赔不是啊？是，酒要管够。看2位大人的气质，一看就是酒中诗仙，在世李白呀。哦，看来你也喝点儿。大人，咱们醉舞金阁半卷书，坐镜说天阔。要喝酒先解手。解手就解手，谅你插翅也难逃。臭丫头，哪里跑？松开！说好先解手再喝酒。先解手再喝酒，本姑娘还没解手，怎么喝酒？待本姑娘解完手再来喝酒。茶壶1个800钱，茶碗4个1200钱，长桌1张。啊，花姐啊，你的白瓷杯、青瓷杯、彩瓷杯全碎了。他砸他赔，我再买。嘿嘿，早就想换几副新餐具了，今天终于有机会了。青花瓷瓶，白银20两。别算了，他们没钱赔。什么？
上，别阻拦我们抓朝廷要犯。敢问两位大人，这姑娘犯的是哪一国哪项罪？你莫愁犯了我吴越国律法第821条，谣言惑众、蛊惑民心，虚伪不明身份的群众洗脑罪。哎呀，如此看来，还真的是罪大恶极呢。不过，两位知道这脚下的地盘是哪吗？花满楼，花寺。意思全对，只不过在花寺的前厅是在吴越，这西厢却是在大唐。南唐。没错，咱脚下踩的正是大唐。这吴越国的律法可管不着，两位大人莫不是想要趁机偷渡国境吧？鬼鬼祟祟，面目可疑，定非善类。这不是适才被那2位官爷羁押的丫头吗？哦，好个蠢贼，居然自投罗网。说吧，你是想做梦死、喝酒死，还是洗澡死啊？妹妹，既是逃犯，还是早些将他送归官兵为妥。来吧，如果刀剑够快，我就不会觉得疼；如果悲伤已经逆流成河，那我就能修炼成满嘴的铁齿铜牙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悲伤太多，咬咬牙就过去了，牙咬着咬着，就成了铁齿铜牙了。好有思想的女子，思想有多远，精神就病得有多远。没想到我心中隐藏了多年的秘密，居然被这名陌生女子一眼就看透了。贵人，瓜先生是今晚有贵人降临啊！看这位姐姐长得兰姿玉质、慧理能文，没想到连占卜都这么准呢。如此高雅，说的是我吗？低俗使人进步，高雅让人呕吐。能认识几位姐姐，实属三生有幸，在下李莫愁。两位大人，这茶钱酒钱，外加杂坏的锅碗盘碟、瓶罐桌椅，不多不少，刚好50两。先生，阿 Sir， 这茶酒我敢请，您也不敢吃呀。吃茶事小，算行贿可就事大了。这样吧，锅碗盘碟可以不要钱，这酒钱可是1文都少不得。我们的盘缠全部都在这了。小二，糟了，化解一怒。谢谢巫婆。整一瓶醋。好嘞。给我拿2把扫帚来。好嘞。哭什么哭？哥，这位实在太辣眼了，这茅厕都10天半个月没人打扫了吧？想我堂堂吴越国官差，原本押解犯人于此，怎么屈身在此打扫茅厕？是啊，不过那花市老板娘说的不错，那丫头现在在南塔的界地，咱也奈何不了她呀。来，过来。我跟你说，这花寺之中只有这1000亩房，那臭丫头一定会到这儿来的。哥，你的意思是，咱就在这茅厕中守株待兔？不对，守株不兔。不兔，不兔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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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没当初
触碰到记忆的那一根弦，往事就如万箭齐发，嗖嗖而来。姐妹们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停！哎呀，为什么你一说话我就觉得头晕呢？我也是，我除了头晕，我还觉得隐隐的忧伤。走，莫愁姐姐，你且到我房间里坐一坐，待我小诸葛带你涮上一锅，前程是福是祸，你猜没呀？哈哈，好呀，嘿嘿，走。吓死宝宝了！你们要干嘛？终于等到你了，臭丫头！离开大唐的界地，看起来还有谁能保护你？花寺的前厅是在吴越，西厢是在大唐，而现在你们的位置是在后院。夸年轻哦，后院可是我们闽国的地盘。哼哼！师傅，只要你不走出这个圈儿，你就是安全的。阿弥陀佛。啊！回我走！快！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来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心呀。心。